說話好聽嘅人係咪特別虛偽、低人一等，先至會去討好人？如果你咁諗，就真係大錯特錯啦。經歷得多，你就會發現呢啲人其實先至係聰明人。點解咁講呢？第一，說話好聽嘅人有格局。一個人如果講嘢難聽，其實潛意識係唔想令其他人舒服。一旦其他人舒服咗，佢自己就會唔爽。本質上就係格局太細。如果你想做一個大氣大方大度嘅人，就唔好吝嗇自己嘅讚美。第二，說話好聽嘅人好聰明嘅。說話好聽其實係建立人脈、攞資源最低成本嘅方法。如果你可以講出好聽嘅說話，證明你更加着眼於其他人嘅優點，而唔係缺點。你向其他人傳遞善意，令善意流動起嚟，呢個絕對係雙贏。第三，講嘢好聽嘅人內心非常強大，因為只有自卑嘅人先至會處處想證明自己，強調自己啱。真正強大同自信嘅人一定對弱者都特別客氣，所以千祈唔好覺得講兩句好說話就低人一等啦。呢種諗法恰恰反映你內心其實好脆弱唔自信。真正嘅強者從來唔會咁諗，因為佢哋做到我本具足，不假外求。講到呢度，你發現未？識講嘢係優勢，講嘢同人生品質、財富、生命關係、幸福指數真係息息相關。用其他人中意嘅方式達到自己目標，呢個先至叫高手。所以你睇下朋友反目成仇，夫妻鬧矛盾，其實好多時都係因為講嘢有問題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呢，記住 like 呢條片，因為咁樣可以幫你更容易揾翻呢條片，重溫重點，再次吸收內容。如果你都想提升自己嘅影響力，同埋學識點樣用說話改變人生，就立即點入描述欄嘅連結去睇更多實用技巧。